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推介嘅係幫港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，題目係用20 yen 調出嘅黃色常識缺陷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拋出台灣有事論，為自衛隊進攻台海造勢，插手中國內政，遭到中國強力反制，包括取消交流啦、電影暫緩上映、唔鼓勵中國遊客訪日等等。日本傳媒食花生不嫌事大，盛傳呢高市早苗仲要喺12月底去一趟靖國神社度拜鬼，為二戰嘅戰犯招魂，要趁住民望高嘅時候呢篤爆矛盾，進一步激怒中國。如果你知道中國係日本嘅最大貿易夥伴，如果你明白好多嘢，包括高市早苗嘅任期，包括中國組合拳嘅第一擊，通通只係一個開始，一切變化陸續有嚟。後果可以比而家嚴重無數倍。有啲日本人擔憂大件事，亦都有啲日本人呢將中國嘅反制措施講到微不足道。其中有評論員就形容中國遊客唔嚟嘅損失呢，對日本人嚟講只係大概跌低咗20 yen 啫，質疑外界將事件渲染成為日本好似會因為咁而傾覆。日本人有呢一種反應呢，好容易可以解釋例如不忿啦、嘴硬啦、穩定人心啦，將主動挑釁講成係被侵害權益，就好似日本將二戰原爆描繪成為日本係受害國嘅邏輯啦。總之呢個係由日本人嘅角度出發，但係件事嚟到香港同埋台灣呢，就變得好有娛樂性啦。睇見日本評論員引用極端嘅比喻，黃媒呢秒速如獲至寶，開心引用報道，覺得可以有效嘲諷中國。黃人睇見啦，因為咁而覺得中國好冇用，所以佢哋好開心、好高興，更加同手足一齊討論，標出各式各樣更加蠢嘅圍爐言論，覺得自己更加叻啦。其實呢一種外國人鬧中國一句，黃媒拿來主義作祟，拿來報道，係用咗好多年嘅舊招。呢一種行為邏輯嘅核心呢，只不過係想揾個人用刁鑽嘅角度去話中國唔好。網民鬧固然可以用啦，外國人比網民更加高級喎，有咗外國人元素加持，黃媒當然可以開心 share 報道啦。咁多年嚟反華反共嘅黃媒青鳥，仲係用呢一種高智能嘅招式嚟為手足們打造心理建設，等佢哋自我感覺良好。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黃又好，綠又好，喺呢一種優秀嘅偽輿論環境之下，耳濡目染，竟然真係覺得中國大陸唔掂。Well， 常識是個好東西，你們值得擁有。中國人每日花大量嘅心機心血去研究了解敵人，大力同美國打咗一場大交。你老闆美國人呢，都不得不嚴陣以待。考威威嘅大統領特朗欽仲要為對付中國而背上 Taco King 縮沙王嘅罵名，小黃絲小青鳥都花咗好多心機噶，但係呢，就花喺製造中國假象上面，係另類嘅痴心錯付。你哋都係陪住嗰個日本評論員去跌20 yen 啦，20 yen可以買得一享貪歡，飲一杯中國叉叉叉嘅 mocktail，酒精都唔使啦，就足夠你哋自醉啦。